不明明明，算里面，耶呀呀呀呀呀，来，呀呀呀呀呀，好，干嘛？永杰，不要搞，去外面玩呗，东西你这么多玩呗，满尊啊，等一下姐姐来玩了，谁来玩呢？你去玩那边，哎呀怕，去玩吧，妈妈炒饭你吃嘞，知道吗？叫奶奶呗，奶奶哈喽吗？你去叫奶奶呗，啊？ở nhà呗，vậy đủ呗，你冇đủ，你冇有钱？有钱？听我妈说吗？不要玩的太脏了，哎呀，你越拿你不要。妈醒了吗，爸？妈，好吃饭了吗？等一下吃，刘星。有些很喜欢吃的。把鸡蛋你拿回家吗？鸡蛋，鸡蛋，哎，他吃3个了，之前没什么炖。
拿一个，没有什么拿什么。不要，给他吃了吗？不要，没关系。给他饭好了吗，爸？饭，哎，好了吗？กระเบิดเท้านะเขาเอ่ยหัวซ้ายเท้า 没儿子的一点不会吃。吃什么？这个萝卜。他不吃，他要吃我给他。哎，我也很小吃。嗯。吃什么？拿什么？哎呀，有的啊，还有，也在了。你的儿子喜欢吃土豆啊，吃番禺啊，吃饭给他换一下。嗯，来。我忘记说了，我等5分钟可以好吃。你的儿子好味耶！啊，对吧？好味，好味，太软。他这次是土豆，这是番禺，这么很省钱呢。哎，很省钱呢，没有怎么很咸是吧？这里营养，土豆番禺最好的营养，你不知道啊？哎，土豆和番禺最好营养。大米3个，一个土豆，一个番禺，一个大米，最好营养。
也叫老爸问一下大姨好。这没关系，他的吃饭，我的吃饭，我说我你在干什么？对吧？吃饭嘞。来问一下大姨好，也心之常情。哦，他这没关系啊。不就没关系，我们没礼貌，我们大人没有礼貌，对吧？啊，好，吃饭你先。好，那里吵架啊？不是我们这个很近的，对吧？大姑父的什么跟小姑父的，因为你姐姐在国外，对吧？我们问一些温暖。好，吃饭我吃饭。不是，我这样学，是吧？那真的那时候，我要照片，我要拍。等于你要拍那个，我也对吧？哦，他们新年，是问他一声好。哦，好好。等夏天我再给你好，快点。夏天了不要问好了，只要是过年了问一声好。这可以嘛？那不行。哎，我怕冷了。我看你干嘛？我，为什么我？那你也有，他手都用，啊，他手都喜欢。那个，那他多了，手开了吗？好开了，手开绑掉。好吃饭，好，好，好吃，啊，咦，很好吃吗？当心，好，当心，这个我找掉了，当心点哦。这谁吗？这说别了。弄些个，接下来我们弄红些个，红下去就可以做。他是看法的，我是牛逼。看法的，那我是牛逼的，那对女的是牛逼，那不晓得我们呢。你在那干？二话挺牛逼嘞，人都没有出来。看你弄在那看不过了，搞弄哪个？看我们根本也是鸡，是几人？一早是鸡，那个看女的家呢？他看那个政府的书，就那一样了，这也没够了想法了，生干不是你吃再拿出来，再拿个机器挖去，好吗？拿，好吃饭，拿出来弄洗一洗，弄洗不那个，这个。吃饭你，啊，好的，妈给我上。不过为那个牛逼的去给发的。我来吃吧。我看过。不是那个东西，你拿这个去弄个皮，发不写也发不写了，弄皮不写。攞兩個咁亂嚟，睇個字啊！啊！什麼東西啊？啊？要给什么时间？时间上要消费，不消费回家了吃什么？後天有太陽。后天太阳？后天我24啊。好热，没这个。够吗？够吃吗？不够吃这点。吃不掉，吃够吃，吃掉是好嘞。里面还有很多。里面慢慢吃。最好买菜吃掉，吃新鲜的。
可能有治掉的吗？可能有治掉了吗？今天吃不完，早上吃。这个是你不要饭，讲太多了你。饭不是要讲太多，饭吃掉，饭消起来这是我们有少多的吗？不多，会吃要吃掉，能不能吃掉？我知道，放个这。你吃这里，你有，很好喝。啊，大河，很快，这萝卜它掉了，快到了。勇气很快。有点淡，是，萝卜很省盐的，不能太多。萝卜盐多它咸不好吃了，我忘记了。稍微多一点点就好吃了。我想这里它不够辣嘛，有点辣很好吃。明天我就把这个拿往冰里面，搞切燕子里面，切片一半，